议员区委格同时嘛是网络红人歌剧甲 YouTube 志奇77视网膜共同组成的欢乐舞活动，14号下晡来举办着创党大会，包含着永宁基金会执行长刘佑堂甲台湾卫生党主席苏焕智，原本呢拢有意思想要到现场来致意，不过煞去互因来拒绝。歌剧就澄清讲是烦恼无大家邀请会失人的礼，另外呢是毋是要家己杀立委，或者是讲甲其他政党来合作，歌剧无讲出嘴，敢若讲已经有计划，最近。就会甲大家讲，一时创党一时爽，全家欢乐无法挡。网络民企行政治来真的台北市议员区委格歌剧，甲 YouTuber 志奇77视网膜欢乐舞活动成立大会，全部拢照报来，不过嘛是共款来变鬼变怪一个。任期2年得连选连任一次。选特党讲变做搬喙印比赛，视网膜是要顶一个，不过煞老开卡条的，尾啊爱食伊上讨厌的盐酸鸡卵糕。因为党主席颁予网络民企王肯优啊，党主席变做总书记，创党大会就亲像 party 同款，气氛真热烈。团讲过台面这边，刘佑堂台湾卫生党主席苏焕智，拢想要来致意，互人想讲因是不是要合作，不过煞互拒绝。不过因为我们也不想给别人说我们跟特定的政治，因为如果要的话，那我就希望所有人都来，可是也不可能真的所有人都来嘛，所以我是觉得那就都不要好了。新的主席上任嘛，找到机会，经体拿力这阵啊，无分区的风波。今天随便乱推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人选的话，其实这就表示这个政党完全没有任何让人值得这个尊敬的核心价值。这个我就今天不特别评论谁做比较烂，但是显然是真的有人交出来的成绩单比较差一点。那是不是有暗算要家己提立委的人选，还是甲别的定义参选人合作？你去国会，因也是无讲。征询了应该是一些朋友的一些意见啦。那我觉得未来的这段日子，我们应该有机会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想法，这样子。我相信党主席也是不会哭啦。2020网络民企宣布组新的党，要伫严肃的政坛为大家甲初心找回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